好，今日咧想同大家討論下直線呢一課，因為好多人都對 straight line 呢一課咧，尤其是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咧，就唔係太熟悉嘅，咁所以咧我就用幾分鐘時間咧，再同大家深化下直線嘅概念。首先，直線我哋簡單啲嚟講啦，長話短説啦，佢就係代表緊 y 對 mx 加 c 嘅關係。當你咧如果係將y axis 咧同埋 x axis 咧 plot 出嚟嘅時候，譬如你有一條式叫做咧 y 等於係 x 加一啦 ，two dimension 兩個咧係 axis 嘅 2D 嘅時候咧一條線啦，咁我哋就會有咧係譬如代x 係1啦嘅 y output 就2啦，1加1等於2，佢咁一路 plot 佢出嚟咧，我哋就會有一個關係式，之後咧你就發覺到，咦？整到條直線出嚟嘅咯，喺一個 coordinate plane 上面。但問題呢條直線有好多形式嘅，究竟有邊幾個形式咧？例如佢有正 x 軸、正 y 截距啦，同埋我哋嘅負 y 截距啦咁樣。或者咧有負 slope 有負斜率啦，但係正 y 截距、正 y intercept 啦、零 y intercept 啦，同埋負 y intercept。咁究竟係邊一條咧？我哋有呢6種方嘅直線。咁考試局就會藉住一啲 MC 咧嚟考你呢一種嘅概念，究竟係邊一種啦？咁你首先都係 bear in mind 啦，你嘅直線其實就係需要識得分 y 對 mx 加 c。好似頭先咁 ，m 大過0咧，條直線就咁擺 ；m 細過0咧，條直線就咁擺。m 係代表斜率，佢條直線咧上升嘅幅度，你可以咁樣睇。又或者咧 delta y 除 delta x。斜率係代表緊兩點嘅關係 ，y1 減 y2 除 2x1 減x2，即係其實簡單啲嚟講，就係究竟你打橫行一格嘅時候，你打直會上升幾多格咧？你左格都會讀個 gradient 嗰個概念。咁譬如以咧1、2同埋3、4嚟講咧，呢兩點連成直線嘅 slope 咧，佢嘅斜率咧 m of 咧，譬如 a、b 先算啦。代表斜率啦，就係4減2除翻3減1，呢個撳翻計數機會得出嘅數字。咁如果你想求出咧 AB 呢個直線方程嘅話咧，我哋會用一個叫做 point slope form， 即係咧點斜率法。咁個形式就係咁㗎，有啲嘢需要背咗佢先得嘅，即係有時候你作文都唔係隨手能夠寫得出一啲名言警句啊。y 減你上面嗰點嘅 y 坐標除翻你上面嗰點 x 坐標俾人。減呢個 x 同埋 y 咧就固定咗喺度嘅，等於翻佢嘅 slope 嘅。咁以翻呢一條線為例咧，嗰個 x 同埋 y 位咧就會填翻2啦，同埋1上去嘅，因為我哋呢條 AB 直線上面就有 A 點，你用 B 點一樣嘅，得出嚟嘅答案。呢個 slope 就用翻呢一度啦。咁段片我快少少，因為大家係可以 stop 咧 repeat 1億次嚟睇。咁然之後咧，就會引申到乜嘢咧？引申到抽象啲嘅題目啦。但係你只需要認到 y 對 mx 加 c 就得噶啦。好多同學見到條直線個樣變咗就話阿 Sir 黐住 x 嘅唔係slope咩？唔係斜率咩咁樣？跟住就唔識得做啦。你要搞清楚，即係有時候你慣咗佢喺嗰個位咧，你就覺得嗰樣嘢就一定係佢咁樣。但係位置變了各有隊友啊嘛。例如好似阿助教姐姐黐住陳中敏咁，佢係陳中敏個女朋友，咁唔通助教姐姐佢去咗飛馬士嗰度去幫佢上一上堂，佢又唔係陳中敏女朋友啦咩？我要睇個位置點樣做噶。例如今次條直線點樣俾你，咁樣俾。y 等於 x 加5，斜率係5 ，y 截距係5，對翻 y 等於 mx 加 c。好，第一個判定做到。第二個判定啦，我哋咁樣寫 5y 等於咧係2x 加5。阿 Sir 咁斜率係咪2跟住 y 截距咪就係5啊？咁咪搞錯咗，因為我哋呢個 form 要 LHS 左手邊淨係得個 y 啊，所以周側位斜率咧係2除5啦，slope係2除5啦，我哋嘅 y intercept 係1嘅。再嚟啦，如果咁樣咧，負 y 咧等於3x 加3先算啦。咁個斜率係咪就係3？y intercept 係咪就係3咧？咁啊都係搞錯咗 concept 嘅。你記住我哋 LHS 只能夠有 y 嘅情況下，先會判到咧 mx 加 c 嘅。y 等於負 3x 減3，slope 係負3 ，y intercept 咧係負3。呢個位你要攞得啱，如果唔係咧就會出事。咁然後抽象少少啦，嚟料啦，4。
5x 加 3y 加4等於0。哇！咁黐住 x 嗰個係5喎，咁 slope 係咪就係5咧？呢一個概念亦都係錯咗嘅。你留意翻就係我哋要執位，3y 等於呢個啦，做到 LHS 得個 y 嘅。咁斜率 slope 就係呢個，y-intercept 就係呢個，搞掂晒，一覽無遺。我哋幾種嘅考試形式，又例如咁樣先算啦。5x 加 4y 等於1咁樣啦，其實同上面嗰條冇乜分別嘅，個 constant 個正負號唔同咗啫，個擺位唔同咗啫，做翻都係呢個判定。就 y 定 mx 加 c 嘅樣子啦，執到佢個樣係一模一樣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去做到呢條數出嚟噶啦。咁即刻睇下啲 MC 會點樣考，而家咧就即席咧有條 MCX。今日呢段片主要係講 MC 啊，下 long question 個做法唔同嘅。佢咧就咁樣喎條直線，佢就話呢一個叫乜嘢咧？叫做係 AY 加 X 等於C 先算啦。考試局最常用嘅模式啦，你唔好話咁樣都判唔到咧 C 同埋 A 嘅正負啦。首先你將佢執翻做 AY 等於咧係負 X 加 C 先算啦。即係左手邊係只有 y 啦 ，y 係等於負1除 a，x 加翻 c 除 a。咁呢個位最特別嘅判定就係個 slope 咧就係負1除 a， 呢條直線咧就叫做正 slope 正斜率，負1除 a 大過0，因為負1除 a 係代表斜率啊嘛。m of 呢條直線負1除 a 大過0，即係1除 a 細過0， 1除 a 細過0咧即係 a 細過0。咁啊判到幾個 statement 跟住正確定錯誤。如果 a 細過0嘅情況下，呢一個係 y-intercept，c 除 a 係大過0嘅，因為你見到 y-intercept 咧好明顯就係正數啦，而且條直線亦都係正斜率啦。咁判翻啦 y-intercept 大過0，但係 a 咧本身細過0嘅，所以調個 a 過去乘嘅時候 inequality 係調轉咗 ，c 係細過0嘅呢一個位。千祈唔好死記硬背 c 咧就係 y-intercept 咁樣。我哋要記嘅東西就係當x 等於0嘅時候 output 出嚟嘅 y 坐標就係 y-intercept 啦，就我哋嗰個係 y 截距啦，咁樣嘅。咁我哋再睇多一條嘅例子啦，例如咁樣先算啦。究竟點樣判好佢咧？我哋同樣做法 ax 加 y 等於 b 先算啦。咁用翻頭先判定 y 等於咧係負 ax 加翻 b。今次有少少唔同啊，因為你個 AX 啊唔係 AY 啊，slope 係負 A， 負 A 細過0，因為條直線負斜率嘅 A 大過0。然之後咧呢一點就 put x 對0嘅時候 y 坐標 output y 對 b 細過0啊，咁樣所以非常之正斗啊呢一條直線，咁會判到 slope intercept 斜率同埋截距咧。就可以做晒呢一啲題目嘅諗法㗎啦。咁嘗試同你睇多一款嘅例子，睇下你可唔可以理解到啦。咁樣考 ax 加 by 加 c 等於0，有條直線。咁我而家 given 咧 a 大過0，b 細過0，c 細過0。叫你 sketch 咧呢一條直線出嚟，一種得意少少嘅問法啦。你教科書會多少少 past paper 咧係甚少見到呢一種問法嘅。咁都係執咗位先 ，by 等於負 ax 減 c，y 等於負 a 除 b，x 加翻負 c 除 b 嘅。簡單啲嚟講 ，a 大過0，我哋嘅 b 細過0啦。個 slope 位咧叫做負 a 除 b 啊。首先個分母咧係負數。個分子本來正數嚟嘅，出面撚咗個負號，即係佢都係負數啦。負除負咧就大過0。呢度咧咁 c 係細過0嘅，咁負咗佢咧就即係大過0啦。但係 b 咧係細過0嘅，正除負即係等於咧我哋嘅負數啦，所以佢係一個細過0嘅數字。正斜率負截距 positive slope 負 y-intercept。所以條直線咧係咁樣擺嘅 ，ax 加 by 加 c 等於0，嗰個判定係要咁樣落嘅，你成條直線。咁希望你將呢幾分鐘睇多幾次，令到你對抽象直線學嘅概念咧係會熟悉得多少少啦。謝謝你。